来看嘉义山区哦，昨暗日嘛落大雨，气象局甲水利署的资料显示讲，嘉义阿里山乡佮竹徛乡早起8点半累计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。山区的部分道路嘛，因为树仔倒落去甲崩山，影响到道路的通行。乡公所甲县政府已经抢修道路，嘛呼吁民众哦，尽量都唔通去山区。 嘉义县阿里山乡山米大桥下骹的闸门溪，经过昨的大雨，河溪水涨大水，水势看起来是相当惊人。除了闸门溪涨大水以外，山区阁有一寡路拢有树仔倒去、石头落落来的情况。风台卡有带来大雨，互嘉义县阿里山乡造成交通的损害。今天经过一夜的暴雨我们造成我们169线27飞的道路中断目前我们已经联络厂商做一个紧急抢修。 嘉义县山区为昨开始落雨，累计到今仔早是8点半，竹徛乡甲阿里山乡拢有超过200毫米的雨量。大雨造成土石落落来甲树倒的问题，嘛影响到交通。阿里山乡公所都呼吁民众无必要卖伫来山区。阿里山乡整个都是就是169线路不通，就是通往我们石桌到达班的路是不通的。现在是雨大风大雨大我们有一些目前是有一些我们对外交通都不通。 大雨造成山壁边出现细水墙，嘛不断冲落来一寡土石。阿里山乡公所甲嘉义县政府已经派人咧抢修道路，陆续排除因为风雨的问题未通的路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